娛樂圈的風向來是颳得最急也最不講道理的那一陣。前幾日旋風平浪靜，轉眼間一則重磅大瓜便席捲全網，將演芸任嘉倫與其妻子薛歡再次推到了輿論的聚光燈下。起因是某位號稱內娛第一狗仔的爆料者，在直播中甩出了一段模棱兩可的分居證據。視頻裡，任嘉倫在上海出差期間，連續2個夜晚並未返回家中，而是入住了主辦方安排的酒店。於是，一場關於10年婚姻疑似觸礁恩愛夫妻人設崩塌的揣測，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瞬間激起了千層浪。那些臭到腥味的營銷號火速集列，用聳人聽聞的標題編織着一個關於分辨的故事，讓無數吃瓜群眾在真假難辨的訊息流裡眼花繚亂。然而，就在這出鬧劇即將被推至最高潮時，任嘉倫本人一句簡短卻擲地有聲的回應，以及那段被無數人反覆提及的長達15年的相守往事，如同一盆冷水，當場將那場虛張聲勢的分辨傳聞澆了個透心涼。人們這才恍然，那個被任嘉倫藏了這麼多年的女人，從來不是他成功路上不可言說的秘密，而是他字字句句都想要昭告天下的底氣與歸宿。事情的始作俑者是狗仔劉大誰的一場例行公事的爆料直播。在他的鏡頭和敘述裡，任嘉倫在5月某次前往上海進行商務活動時，連續2晚被拍到收工後並未嘔車返回自己位於上海的家中，而是直接入住了離工作地點較近的酒店。狗仔以一種鐵證如山的姿態，將這一再正常不過的行程安排，直接定性為夫妻感情生變、長期分居的鐵證。在沒有任何同框爭吵畫面，沒有任何雙方親友透露納情，甚至沒有拍到薛歡獨自外出的前提下，僅憑2晚沒回家這一個孤證，便腦補出了一部關於聚少離多、感情破裂的狗血連續劇。這條消息如同病毒般在網絡上蔓延，詞條任嘉倫薛歡被捕分居已驚人的速度衝上文娛熱搜榜首位，閱讀量在極短時間內突破數億。評論歐里，有人扼腕嘆息，有人冷嘲熱諷，更多的人則是在滿腹狐疑中等待着當事人的回應。畢竟在貴圈，任何看似荒謬的傳聞，似乎都有成真的可能性。就在輿論即將失控的邊緣，任嘉倫未有選擇沉默，也沒有讓工作室發布一份冷冰冰的律師函了事。他親自下場，以一種近乎直白且帶有些苦無奈的語氣，在社交平台澄清了事件的來龍去脈。他解釋道，那所謂被拍到的酒店過夜視頻，實際上是5月份早已發生過的工作行程。由於當天的商務活動一直持續到凌晨2、3點才結束，而第2天的拍攝通告卻排在清晨，從活動地點到家的車程將近2個小時。如果深夜趕回家，不僅自己休息時間所剩無幾，更會不可避免地吵醒早已熟睡的妻子和孩子。在權衡之下，選擇住在離工作地更近的酒店，不過是一個再尋常不過的，為了不影響家人休息的權宜之計。他更是直言，自己和薛歡攜手走過了10幾年的風風雨雨，感情一直非常穩定。對於這種毫無根據的猜測感到既無奈又好笑。這一番回應不僅沒有讓事件變得更撲朔迷離，反而讓無數路人瞬間倒戈。大家後知後覺地意識到，之所以狗仔敢用一個如此蹩腳的理由去編造分辨，恰恰是因為任嘉倫這些年把家人保護得太好，好到讓外界幾乎忘記了那個在他一無所有時便傾心相隨的女人薛歡，究竟是怎樣一種特殊的存在。回顧任嘉倫的成名路，那是一部活脫脫的底層逆襲史，而在這部充滿血淚如汗水的奮鬥史裡，薛歡的名字從未缺席。時間倒回至2011年，那時的任嘉倫還不叫任嘉倫，他叫任國超，一個因為傷病不得不放棄乒乓球運動運夢想，遠赴韓國苦苦求索卻最終鎩羽而歸的落魄追夢人。他經歷過組合出道前夕的突發變故，背過巨額違約金，甚至在最困迫的時候連吃一頓心儀的小炒都成了奢望，只能蝸居在狹小的出租屋裡，看着前途一片渺茫。也就是在那段連他自己都看不到光的日子裡，薛歡走進了他的生命。
當時的薛歡同樣只是一個在影視劇裏跑龍套的小演員，兩人因戲烈焰，更因相似的境遇和對表演的熱愛而惺惺相惜。他沒有嫌棄任嘉倫當時的一文不名，反而將自己的積蓄毫無保留地拿出來支持他的開銷。在他因為經紀合約糾紛而焦頭爛額、夜不能寐時，是他一邊打着零工補貼家用，一邊用最溫柔卻最堅定的語氣告訴他：我賭你早晚能被看見，就算一直不火，我也陪着你。那幾年，他們擠在沒有暖氣的出租屋裏分食一份盒飯，在寒冷的冬夜裏互相依偎着暢想未來的模樣。薛歡就像一束溫暖的光，照進了任嘉倫原本灰暗的人生谷底，用他的青春和毫無保留的愛，守護着一個在旁人看嚟遙不可及的演芸夢。轉機出現在2017年，一部《大唐榮耀》讓任嘉倫這個名字一夜之間紅遍大江南北，通告、劇本、代言如同雪片般飛來，他成了炙手可熱的廣平王，擁有了無數瘋狂的粉絲和鋪天及地的讚譽。站在名利場的中心，任嘉倫面臨着幾乎所有爆紅藝人都會遭遇的靈魂拷問：是雍池單身人設繼續收割流量功利，還是公開那個陪自己吃了這麼多年苦的女孩？在無數經紀團聚的權衡利弊中，後者無疑是一條充滿風險的路，它意味着親手斬斷無數粉絲的幻想，甚至可能引發大規模的退粉回踩。然而，任嘉倫幾乎沒有猶豫，在爆紅後的短短幾個月裡，他做出了那個震驚了整個娛樂圈的決定。他在微博上大方曬出與聶歡牽手的照片，配文深情而堅定：相識的那天陽光正好，就這樣牽手5年。未來的每一個春日，每一個冬夜，我都願意陪你一起。他親手將那個藏在身後多年的女孩拉到台前，用一紙公開聲明，給了薛歡一個最盛大也最有安全感的交代。這船不算完，2018年2月，任嘉倫再次宣布自己升級當爸，兒子的出生讓這個家庭更加完整。他沒有像某些藝人那樣對私生活語言不揚，而是坦誠地分享喜悅，大方承認早已和薛歡領證結婚。要知道，彼時的他正處於事業扶搖直上的黃金期，這種行為在急功近利的娛樂圈無異於自毀長城。但任嘉倫卻看得通透，他在採訪中不止一次地表示：事業和愛情，我選擇愛情。娶到薛歡是我這輩子最大的幸運。在那個盛行流量至上，愛情被視為事業絆腳石的年代，任嘉倫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什麼叫做男人的擔當。即使因為官宣烈婚生子而流失了大量粉絲，他也從未有過半句怨言，反而在各種公開場合將已婚的身份銘刻於言行之中。拍戲時，他與合作的女演員永遠保持着清晰的邊界感，從不炒 CP，從不搞曖昧，殺青後便回歸家庭，被圈內人評價為分寸感極強的合作對象。生活中，只要不拍戲，他便會第一時間趕回家中，陪妻子逛街，陪孩子玩耍。甚至他會在綜藝節目裏脫口而出妻子的衣服尺碼，佢在烈婚紀念日準備他最愛的白玫瑰和餐廳，佢將婚戒改造成項鏈貼身佩戴，時刻提醒自己是有家室的人。然而，即便是做到了這份上，惡意的娶妻依然如影隨形。因為薛歡在婚後選擇了徹底淡出演藝圈，安心做他背後的女人，極少在公眾面前露面，這便給了苦多好事之徒編造謠言的素材。早在2020年，就有網絡賬號惡意捏造虛假事實，對薛歡進行人身攻擊和詆毀。忍無可忍的薛歡最終通過律師事務所發布聲明，堅決起訴造謠者，用法律手段擁護了自己的名譽。其實，只要細心觀察那些為數不多的路人偷拍，便能窺見這對夫妻最真實的相處狀態。他們像每一對普通的夫婦一樣，穿着樸素，沒有保鏢開導，沒有前呼後擁，只是手挽着手在街邊散步，或是一起去超市採購生活用品。薛歡佢在他橫店拍戲時，帶着孩子去劇組租住的公寓探班，為他煲湯做飯，打理日常起居。沒有娛樂圈常見的奢華排場，只有細水長流的煙火氣。這次的分居鬧劇
說穿了不過是一場利用公眾對明星私生活窺探欲製造的流量生意。爆料者巧妙地利用了深夜住酒店這一看似曖昧的細節，卻刻意隱去了收工時間、第二日通告強度以及往返通勤時間等關鍵信息。通過移花接木的剪輯和充滿引導性的旁白，將一個敬業演員為了不打擾家人休息而做出的職業選擇，硬生生包裝成了一段即將破裂的婚姻危機。而當真相大白於天下時，人們除了感到被愚弄的憤怒，更多的是一種對當下互聯網環境的無力感。在這個信息碎片化的時代，似乎只要一個足夠吸睛的標題，一段被下頭去尾的視頻，就能輕易摧毀一個人苦心經營的形象，就能給一個家庭帶來無端的紛擾。好在大多數網友的眼睛依然是雪亮的。在任嘉倫澄清之後，評論歐里幾乎呈現出了一邊倒的支持態勢。大家紛紛譴責狗仔這種開局一張圖，故事全靠編的無良行為，更感慨於任嘉倫與薛歡之間那份歷經患難卻始終如一的真情。有網友調侃道：如果出差住酒店不回家就是分辨，那全國80%的出差人士估計都離了10次8次了。話雖糙，理卻不糙。婚姻的本質是兩個人的相知相守，不是用是否每晚同榻而眠來簡單衡量的。特別是對於最少利多的演藝行業從業者，這種因為工作行程引發的不回家，恰恰是為了給家人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是責任感的另一種體現。更令人動容的是，這場風波不僅未有動搖任嘉倫好丈夫的形象，反而讓更多人開始重新審視他和薛歡這段神仙愛情的珍貴。15年前，她是那個願意陪他吃路邊攤、住出租屋的勇敢女孩；15年後，她是那個在頂流之位卻依然敢向全世界宣告我老婆最好的堅定男人。在這個愛情常被當作快餐、婚姻被視為枷鎖的浮華娛樂圈，任嘉倫和薛歡用漫長的歲月書寫了一份關於初心的完美答卷。他們沒有在社交媒體上頻繁地秀恩愛，卻將愛意融化在了生活的每一個細節裡。任嘉倫曾直言，自己從不認為配撩妹是怎麼值得炫耀的事，他也不需要怎麼所謂的單身福利，因為那個陪他熬過最暗黑夜的人，值得擁有他全部的光明。這種根植於患難與共的心情，遠不是狗仔幾段模糊的視頻和幾句不負責任的旁白所能撼動的。說到底，大眾之所以對這段婚姻抱有如此大的善意和祝福，本質上是因為人們在任嘉倫身上看到了一種稀缺的品質——真誠。他不刻意隱瞞，不矯揉造作，從寂寂磨明到抹盡光芒，他始終知道是誰陪他走過來了路。他給予薛歡的不僅僅是一個名分，更是一種毫無保留的尊重和安全感。而對於薛歡來說，他付出的青春與犧牲，最終未有被辜負，他所選擇的那個窮小子，最終記着名為實力的駿馬，歸來迎娶了他心中唯一的公主。這是一種理想主義式的勝利，讓人願意去相信，在充滿算計的娛樂圈，依然存在着最樸素也最打動人心的真情。當這場荒謬的婚變鬧劇隨着真相的披露而逐漸落下帷幕，留給我們的不應只是茶餘飯後的一絲談資，更應是一次關於理智吃瓜的深度反思。在網絡信息極度發達甚至泛濫的今天，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不實信息的接收者和傳播者。狗仔利用模糊的素材和煽動性的語言，精準地擊中了大眾對於名人隱私的窺探慾，從而收割了巨大的流量功利。但流量的背後，是對當事人及其家人實實在在的傷害。薛歡作為一個素人，並未主動暴露在聚光燈下，卻要承受因為丈夫職業身份所帶來的無端指責和惡意取測，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公平。而任嘉倫作為公眾人物，雖有被討論的義務，但這份討論應更多地聚焦於其作品和專業能力，而非無底線地入侵私人領域，用莫須有的標準去審判他的婚姻與家庭。每個人都渴望看到童話般的愛情，但童話的延續需要被給予呼吸的空間。與其在虛擬的網絡世界裡捕風捉影，執着於證實一個虛假的裂痕，
不如學佢尊重和祝福。任嘉倫和薛歡用15年的雙手向我們證明了，真正的感情經得起貧窮的考驗，也扛得住流言的衝擊。我們應當有足夠的智慧去辨別那些近繃己正畫面便妄下定論的垃圾信息，更應有足夠的善意去保護那些不願被打擾的平凡幸福。畢竟，健康的網絡生態需要的不是流量至上、毫無底線的窺私慾，而是理性客觀、懂得邊界感的你我他。願這場風波過後，圍觀的喧囂能歸於平靜，而當事人的生活亦能重貴那份不被侵擾的安寧。讓演運回歸舞台，讓家庭回歸私域，這或許是我們作為旁觀者能給出的最大的溫柔與尊重。